后来乡亲啊，这真正就像俗语所讲的，无米兼论月，倒咧无水也搁一直咧火烧。南投鱼池则是火烧山，昨鱼池尖山窜出着大火，因为天色暗昏，地点搁真深山，经销的人甲车要到位有困难，只会当先来喷一条防火线来戒备，一直到天光，空勤总队紧急飞到日月潭载水，伫高空夜水救火。因为这个火也未完全来拍花，所以伫附近100公尺的鱼池国中紧急宣布学生停课1天。直升机载大水车啊飞到鱼池尖山林班地拍火，12号尾仔嘛就开始火烧山，伤员先伫山脚装防火线戒备。天光时，空勤自日月潭来回载水伫天顶灌救，已经载超过36吨的水。不过气温增加，导火所在嘛增加。注意火势！附近100公尺就是鱼池国中，12号暗时火烧的情形真恐怖。对学校厝顶一看，后壁的山头规个拢导火。校方紧急宣布，13号迄天学校所有的学生唔免上课。后山的一个火场，它还有一些就是零星的一个闷烧的一个情况，烟雾的话还是会不时的弥漫在空气中。除了鱼池尖山，南投信义乡双龙部落附近的露水溪红花边的山坡地，12号嘛是尾仔嘛开始导火，上局研判是天气受打造成的。消防人员真拍拼咧拍火，火势原本已经控制掉，不过透早个开始烧10几点钟。从上面开始打，等我们打到下面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来不及，因为火势扩展太快。中部地区水情真暗，偏偏阁有山林大火。鱼池尖山的火点上近的水源就是日月潭。虽然日月潭的水库底已经打起高发草啊，水量真少，不过嘛敢会使对遮提水来灌救。目前台中德基水库跳水率阁创新低，敢若剩4.4%，敢若会使冻15天。苗栗永河山水库敢若剩7.1%。嘉义台南交界的詹文水库嘛要拉破10%，目前是11.6%，大家真正爱欠咧用水。